大声叫咱的名，台湾。一句政治换政治，体育换体育，一刀敢就会当切断政治的关系？无发出家己的名，中国就袂阁压迫台湾？侪答案，拢通为过去的历史来得到答案。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开始算，阁有大大小小非政府组织交流防排铁，亲像中国透过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世界医师会甲台湾医师会改名，阁有连替中华民国护照，拢袂使入联合国大楼参观。算算咧，安尼敢有较少？咱实在毋通假做无看，也是毋愿看清。中国一冬比一冬软土深骨，利用手段要求国际航空公司甲中华民国台湾的名摕掉，设想要消灭世界对台湾的认知，好通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咱敢好阁讲维持现状，无要无紧来看台。前几日，台中市要举办头届东亚青年运动会，去予中国西澳部来取消。一部分人犹豫是目前民间要争取东京奥运正名公投的活动，刺激到中国，才有这款结果。这拢是吓人的白贼话。自来，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拢无较少，无论是用中华民国、中华台北，也是台湾的名，等到是咱愈毋敢甲家己的名喊出来，因愈会甲咱食够够。名字敢遐重要？中华民国、中华台北，敢有影会当代表台湾？名字是一种认同，嘛是对这土地的认同。自流氓政权中国国民党来台，就阻止台湾人建立属于家己的台湾意识。伫228事件后，扫除任何对党国政权不利的情形，伫自咱的教育无台湾主体性，历史全是中国四清党虚构的故事。不怪到呾有寡人要是车轮旗举悬悬，毋敢放。不怪到呾国民党阁不是看清引切，自愿做中国看狗仔，出卖车用印的台湾，亲像白虾，一喙一喙要食台湾每一寸土地。国民党讲的中华民国也是中华台北，其实嘛是无存在的。国民党讲的特别讲，就是统一做中国人。2017年世界民主指数，台湾排第33名，中国排第139名，美国排第21名，日本排第23名。民主素养差大尾，这是要安怎会哈？侪中国官员拢送因的囝儿出国读册，摕外国护照做外国人。有人说要甲台湾的未来卖去予独裁的国度，家己颠倒继续享受台湾的福利。咱爱知，咱若无出声做家己的主人，无人会来甲你高情，无人会看你有目的。伫台湾统一的声音，定定会抵过独立的声哨。台湾政治替换是值得骄傲的代志，总是这无代表中国看狗仔会停止出卖台湾的代志。一时的政治交替，无才调甲过去的不公不义悄悄改变，这无定是现实。任何台湾人嘛无可能走闪一场搁一场政治的局。要组织认同，这犹原阁有正大的空间。蔡政府若无法度好好啊面对中国小连续的打压，为实际政策甲行动来增加咱对台湾的认同，增加对独裁的抗体，毋那年底选举会崩盘，对台湾的未来反势会有正大的副作用。
蔡英文维持现状的口号，毋但中国袂愿接受，恐惊针对目前局势嘛无帮赞，嘛是咧发心酸的